你有冇試過明明瞓咗8個鐘，第二朝起身個腦都好似塞住咗咁，成日腦霧發作，又或者成日無端端好焦慮、好 down，甚至發現自己或者屋企啲長輩記性差咗好多，轉頭就唔記得擺低咗啲鎖匙喺邊。如果你同身邊嘅人講，10個有9個都會同你講：哎呀，你壓力大啊，年紀大係咁嘅啦，幾十歲人衰退好正常。但係我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顛覆好多人認知嘅醫學真相，你個腦嘅問題好大機會根本唔係出喺個腦入面，而係出喺你個肚、你條腸嗰度。講呢個概念嘅係美國好出名嘅神經學專科醫生兼美國營養學院院士大衛帕爾馬特 Dr. David Perlmutter， 佢喺2015年寫咗一本震撼全球醫學界同暢銷榜嘅書，叫做 Brain Maker 大腦創造者。呢本書用咗大量嘅臨床實驗同醫學研究，話俾我哋知，人體嘅第二個大腦其實就係腸道。如果你成日焦慮、長期抑鬱、記性衰退，甚至行緊去認知障礙症，即係我哋平時叫嘅老人痴呆嘅路上，罪魁禍首好可能係你腸道入面嗰幾十萬億隻細菌失衡。我哋平時成日以為腦部神經疾病就淨係同大腦神經元有關，但帕爾馬特醫生話俾大家知，人體入面有條非常神奇嘅神經通道，叫做迷走神經 Vagus Nerve， 佢好似一條超高速光纖網絡咁，直接由腸道駁通去大腦。醫學界將呢個系統叫做腸腦軸 Gut-Brain Axis。呢個網絡厲害到咩程度？人體有超過90%嘅血清素 Serotonin， 即係令人感到快樂同平靜嘅神經遞質，其實唔係喺大腦製造，而係由腸道微生態同腸黏膜細胞合力產生。另外有超過50%調節抗焦慮嘅神經傳導物質 GABA， 都係同腸道菌息息相關。換句話講，如果你腸道入面嘅壞菌多過益菌，你個腸道生態崩潰，佢發出嘅化學信號就會直接沿住迷走神經傳上去你個腦。大腦收到呢啲錯誤信號，就會產生持續嘅焦慮感、無力感同抑鬱情緒。好多人睇咗幾年心理醫生，食咗好耐抗抑鬱藥，都好似斷唔到尾。其實就係因為個根源喺個肚子入面，源頭嘅化學工廠一直處於中毒狀態。更嚴重嘅係發炎反應。帕爾馬特醫生喺書入面強調，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巴金森氏症呢類神經退化性疾病，本質上其實係大腦嘅慢性發炎，而引發全身慢性發炎嘅最大源頭就係腸漏症 （leaky gut）。我哋嘅腸道表面其實得一層好薄嘅上皮細胞，細胞之間有緊密連接 （tight junctions）， 好似一道防護網咁，只係容許消化好嘅營養分子穿過進入血液，將未消化嘅大分子蛋白質、毒素同壞菌擋喺外面。但係現代人長期食高糖飲食、精緻碳水化合物、反式脂肪、人工添加劑，再加上抗生素嘅濫用同生活壓力，呢度防護網就會被撕開一啲微細嘅窿仔。當腸道出現微漏，一啲未完全消化嘅食物殘渣、壞菌嘅細胞壁碎片，例如脂多糖 LPS， 就會滲入血液系統。我哋嘅免疫系統見到呢啲外來入侵者，就會全日24小時開火攻擊，引發全身性嘅慢性發炎。發炎因子隨住血液流到大腦，會破壞保護大腦嘅最後一道屏障——血腦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發炎物質滲入大腦組織之後，就會殺死神經細胞，破壞神經突觸，加速大腦入面類澱粉蛋白 beta amyloid 嘅沉積。呢個就係點解一個30幾歲、40幾歲嘅成年人會開始頻頻斷片，注意力唔集中。到咗60幾歲、70幾歲嘅時候，就演變成不可逆轉嘅認知障礙。帕爾馬特醫生喺臨床上見過無數案例，有個70幾歲嘅退伍軍人，本來已經出現嚴重記憶力喪失同運動障礙，成個人鬱鬱寡歡，生活無法自理。亦有一位30幾歲嘅年輕女士，長期受到重度抑鬱症同腸易激綜合症 （IBS） 折磨，試過無數藥物都無效，醫生冇叫佢哋加藥，而係徹底重整佢哋嘅飲食清單同補充益生菌。幾個月之後，嗰位70幾歲嘅老人家唔單止可以自己行路，認知功能測試嘅分數大幅回升，而嗰位30幾歲嘅女士，抑鬱指數跌到正常水平，整個人重獲新生。咁到底我哋平時食緊啲咩，會每日親手摧毀緊自己嘅腸道微生態？第一個頭號殺手就係麩質 gluten 同高精緻澱粉。麩質係存在喺小麥、大麥、黑麥入面嘅一種蛋白質。我哋平時食嘅白麵包、蛋糕、意粉、即食麵、餅乾，全部都充滿麩質。麩質進入腸道之後，會刺激身體釋放一種叫做聯繫蛋白 zonulin 嘅化學物質。呢種蛋白會直接命令腸道細胞打開緊密連接，加速腸漏。好多人以為得少數患有乳糜痔，
celiac disease 嘅人先唔食得麩質。但帕爾馬特醫生指出，現代經過基因改良嘅高產量小麥，其麩質含量同結構同幾百年前完全唔同。絕大部分人就算冇明顯嘅輻射過敏反應，身體內部其實都喺度承受緊微發炎。第二個殺手係果糖同高升糖指數食物。好多人以為飲果汁好健康，但一杯橙汁除咗保留果糖之外，所有纖維都被打爛過濾走。高濃度的果糖進入人體之後，幾乎全由肝臟代謝，直接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同胰島素阻抗。當身體長期處於高胰島素水平，大腦清除類澱粉蛋白嘅能力就會急劇下降。醫學界甚至將阿茲海默症稱為第三型糖尿病，正正就係因為大腦對胰島素產生抗性，導致神經細胞無法有效利用葡萄糖而活活餓死。第三個殺手係抗生素嘅濫用同人工甜美劑。好多人有少少感冒發燒就去睇醫生食抗生素。抗生素係一種無差別轟炸武器，佢殺死壞菌嘅同時，亦會將保護你腸道嘅幾百種益菌連根拔起。研究顯示，一次強效嘅抗生素療程，腸道微生態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先可以完全恢復。而零卡路里汽水入面嘅人工甜美劑，例如阿斯巴甜、3,6蔗糖，雖然冇卡路里，但會直接改變腸道菌群嘅基因表現，促使壞菌大量繁殖。既然研到問題嘅根源，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做，先可以透過飲食逆轉發炎、修復腸道，重新建立一個健康強大嘅大腦？帕爾馬特醫生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套非常明確、人人都可以喺日常生活實踐嘅大腦修復飲食法則。第一步，大量補充益生元 （prebiotics）。益生元就係腸道益菌最中意食嘅糧食。如果腸道益菌冇嘢食，佢哋就會退化，甚至餓死。日常飲食入面富含優質益生元嘅食物，包括生蒜頭、洋蔥、韭菜、蘆筍、穀魚、燕麥、豆類以及青香蕉，富含抗性澱粉。當益菌食咗呢啲水溶性膳食纖維之後，會發酵產生一種極之重要嘅副產物短鏈脂肪酸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特別係丁酸 （butyrate）。丁酸係修復腸道黏膜細胞嘅主要能量來源，佢可以封閉腸道微漏嘅窿仔，仲可以穿過血腦屏障，刺激大腦分泌一種叫做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 BDNF 嘅蛋白質。BDNF 就等於大腦嘅神級肥料，可以促進新腦細胞生長，修復神經突觸，加強記憶力同學習能力。第二步，多食發酵食物，補充活性益菌，唔好淨係依賴工廠加工，加咗大量糖分嘅益力多或者調味乳酪。真正對腸道有益嘅係純天然發酵嘅食物，例如無額外加糖的原味、希臘乳酪 （Greek yogurt）、傳統發酵酸菜 （sauerkraut）、泡菜 （kimchi）、納豆、納豆、味噌 （miso） 同埋康普茶 （kombucha）。呢啲傳統發酵食物含有豐富嘅乳酸桿菌同雙歧桿菌，可以即時補充腸道冰原，壓制壞菌滋生。第三步，擁抱優質健康脂肪，拋棄壞油。我哋嘅大腦有接近60%嘅成分係脂肪，神經元嘅髓鞘外層亦全靠脂肪保護。現代人聞之色變，走去食低脂高糖嘅加工食品，簡直係本末倒置。真正傷害大腦嘅係經過高溫精煉、容易氧化畜鹽嘅植物種子油，例如大豆油、粟米油、葵花籽油同人造反式脂肪。我哋要多攝取嘅係抗發炎嘅優質油脂，例如初榨冷壓橄欖油、特級初榨椰子油，含有中鏈脂肪酸 MCT， 可轉化為酮體直接俾大腦用。牛油果、野生深海魚、三文魚、叉魚、沙甸魚，富含 Omega-3 脂肪酸 EPA 同 DHA。以及各類堅果、合桃、亞麻籽、奇亞籽 DHA 係維持大腦神經細胞膜流動性嘅核心成分，對抵抗腦部退化至關重要。第四步，實行間歇性斷食 Intermittent Fasting， 每天將進食時間縮窄喺8至10個鐘之內，例如16-8斷食法。當身體處於空腹狀態超過12至14個鐘，腸道嘅遷移性運動複合波 MMC 就會啟動，好似大掃除咁清理腸道入面嘅食物殘渣同多餘細菌。同時，細胞自噬機制 Autophagy 會被激活，大腦會趁呢個時間清除老舊破損嘅蛋白質同發炎廢物，進一步刺激 BDNF 分泌。除咗飲食之外，帕爾馬特醫生仲特別提醒大家要關注兩樣嘢。睡眠同運動，深度睡眠係大腦嘅淋巴排毒系統 （lymphatic system） 唯一全力運作嘅時間，佢會將一日入面大腦累積嘅代謝廢物同毒素沖走。而
而有氧運動可以直接增加大腦海馬體負責記憶嘅區域嘅體積，逆轉因為年齡增長而出現嘅大腦萎縮。好多人以為身體嘅衰退係一條單程路，覺得自己50幾歲、60幾歲開始記性差、心情差係無可避免嘅命運。但現代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大腦具有終身嘅神經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只要你停止用垃圾食物去毒害你嘅腸道，俾翻啱嘅營養同環境佢，腸道黏膜可以喺幾星期內自我修復，大腦神經網絡亦可以重新連結生長。由今日開始，審視一下你每一餐放入口嘅食物，唔好再俾高糖、精緻澱粉同人工添加劑綁架你嘅情緒同思想，好好善待你條腸，養好你體內幾十萬億隻默默為你工作嘅微生物。你會發現，唔單止腸胃變好，皮膚變靚，更重要嘅係你個腦會前所未有咁清晰，焦慮、抑鬱慢慢退散，重拾專注、記憶力同對生活嘅熱情。